哎呦，有一條那段你看，應該當日去頭我看在裏邊，個紅鳥你會創意，你會默笑，你會創，險喎。我啱顯嗰部路，即係把刀next campaign 嚇，Apple campaign 是 next Apple campaign 是，我啱顯，要嘅我啱顯都未錄。哇，好啦，good selling point。你看未錄啊？所以我線卡安全啦。特別你冇人實講你困到背機時，你話你困你搞到出嚟都唔知啊！嚇，我冇俾用出嚟，我冇俾用出嚟啲背機，因為你知咩事冇 ？Because 伊 speaker 係寫啊，那是你有啲出嚟房間有真正濟人講話，你就未聽到了，你未聽到了。แล้ว你話邊背機你知咯，伊個背機嘅聲有大聲，我較慣用我係 boss，我係 boss 係แล้ว較掂。是講穩定我咪要學困嘅事啊，我跌掉。別啦，就是別啦，你跌掉嘅事就冇好了。我困嘅時，我是係我earbud咧就困咧，我冇聽。我不是個 earbud，插住那邊類耳坑嘅，因為我耳坑車嘛。哦，你買下你耳坑腳緊啊？我買去腳緊。OK，你去煮啊！我聽到你。我是啊，坑是 virgin 嘅喎。呢個坑個硬條。個硬個。另一路當見明個章，我梗係好。但係只試聲咋？你個拍學線裏面嘅。你看我拍學線呢？正呢。馬來西亞咩啊？這是美國咩咯？哦。我美國咩？是 Florida 咩？兩隻對。即係咯。OK，咱嚟，即係可以使嘅嚟補啊，即係布拉珍。對咗。OK，你知啊？你借河線絲啲那邊好平。唔係用過啦，你寫布拉珍 only。誒，應該點啊？你係即係補啊布拉珍啊，10分鐘攞嘅你學線嚟啊。係啦。你 attract 嘅學線嚟。高卡嚟啊。OK，等陣我 start 啊。哎呀，係啊，各位聽眾，嗰在歡迎路人到底嚟邊咧學嘅你節目，我人這邊有講有笑有啉，嗰有幫助。你拍學士物件，就是講你嘢寫就學不拉補不拉真，佢使嘅嚟補不拉真嘅拍學士物件。即係禮拜咧，我人特別嘅邊老椒嗰啦，對，誒，即間走去困去啊，你不得買用。老椒噶啦，對哪一個人拍殼哈？老椒走去後尾主角特別攏未看到，特別佢聽到伊嘅英國tiếng歡迎。Hello， 大家好。英國tiếng你煮咩嘅啫？我唔知個，我特別吹我成都係咪食？哦，我頭晚就去食桂子呢，我哋話食 peaches。了啊，個有老椒開車歡迎。Hello。了，個有老椒雜包歡迎。茶包婆，真係咁嘅。茶包婆 BB 走去飲嘅啫。啊，等你對嚟食一個老椒蘑菇歡迎。Hello。蘑菇啦。KFC。驚啦。了個老面一隻把自己食過咩？食咩？講爽你諗搏叫事。冇啊，有而家就係食。有去食。我對佢時候咪參人食。食咩？我後面會食，我食普通嘅物件，你咪 fancy 嘅，咪成日去你食冇食嘅。我食你嘅落邊，後面會使食，我成日真睇。冇食鹹嘅。我冇食鹹嘅，幾時冇鹹啊？人多啲外國嘅人啊。對來要食，佢了伊平常嘅物件，地路邊嘅物件，較普通嘅物件，佢了食較爽，食較亂。就是咯，就是我當時我媽係我妹講，你要出你去食咩特別物件？畢竟我錄特日食物件，就是我特別嘅物件嚟。everyday 平常嘅物件都是我特別。跟米咖喱米個湯咯。哦。แล้ว我มาใช่ยังคิดจะอะไรมอยอ่ะยังคิดจะใช้經濟半แต่係จะมอยอ่ะ哇，佢哋是幾好屌嘅，你是個隻มอย啊，係應該屌。現在是個隻มอย。
哦，你打樣有賣成個有梅菜啊，有賣鹹糊啊，賣石魚啊，賣咩煎魚啊，睇你咪叫佢配梅啊，如果我切掉落嘛，我都切掉落。潮潮梅啦，喺你試講潮潮梅啦，我做咗這三倍嘅。啊，對，這淡薄這裡淡薄係咧，你講你名字啊？你去過苦條棒骨頭頂會用苦條食梅嘅哦。冇啊，我哋知道咯。誒，即係對頂正頭正啊，冇咧。正對面咧啊，冚面。Jen是頂到你street number one。Traders 啊，Traders 啊。Traders 係咩？嗰時係咩啊 ？Traders 聲啊。Shangri-La 嚇 ，Shangri-La 叫，你唔是嗰邊唔是叫做咩 One Street 啊 ，First Avenue 嚇 ，First Avenue。One Street。喂，幾頭條路啊？頭條路啊叫 First Avenue。First Avenue 實在好聽嘅，叫頭條路就聽個冇你好聽。特別頭條路聽個前喎，嗬。Magazine Road 啦。Magazine Road 是等陣。頭條路咯。頭條路叫 Magazine Road 啊，唔是 First Avenue。Yes。哦。頭條路是 Magazine Road。住條路是 Northern Street。Northern Road 啊 ，Northern Street。Hello，OK，領導遊啊，領導遊是都冇介紹了個新疆領導遊。Hello， 好領導遊 ，OK，咧同佢就是加工咧，加工有掉，你冇掉，加工有啥呀？加工你做咩？查某部隊來未？出去倒水？哇啦！冇啥。是冇啥，加個冇啥，加個豬腳。漂亮啊！加個啲嗰邊條，安在你聲冇咪好，你 connection 冇咪好。冇漂亮豬腳。哦，豬腳，應該掉嘛是啲豬腳，當佢都冇睇到輕輕鏘鏘。冇發了啦，我有一個老嘅背，我都俾插背了啦。哦，插背 OK。我還未食了。誒，你係 mute 你係麥嚇，到底你 headset？ Oh sorry，唱大聲啊！我唔是，我唔會錄那 feature，我唔是會錄，唔是叫你靠。我未 mute。誒，你女。哇！嚇掉我隻，我快看掉。我都會看掉本啊！我看掉。哇！我看掉我條仔驚，我掠掉我實在。我但係你唔掠掉，你冇帶就大啦出喙去。Allah, oh ya. Be, lu program lah. Lu nasi, lu be airport ini. Lu create settings. Lu program. 加注餅嘅做下面，多注餅嘅做下面，冇上嘅啦。特別是 double tap 呢 ，double tap 嘅 command 是 double tap。I think but that next generation 應該後面 next generation 話俾啊，我梗係試呢個你講人個掉，當今我佢想俾 computer MacBook Pro 先呢，我想俾 iPad Pro， 我想俾先手錶，我想俾 AirPods， 試啊我冇路呀。唔是，這個字呢，破嘅。冇話俾我笑呢，我笑呢冇再掉 ，because 我對馬來西亞我把路個俾對馬來西亞呢我俾，特別我馬來西亞俾幾多是 free 嘅啦。講過了。嚇？我做 free 嘅。我做廣告啊？我冇咩廣告，冇我係 point 用飛機嘅，你我係佢哋嘅 point 哦，用 point 四。我70幾嘅，我嘅70幾塊 US dollars 呢，對。哇！特別我講我係 Chris Fly 嘅 mile 就嚟俾。哇，夠 sell 都。誒特別冇啊，定就是講特別有嘅 point 嘅嘢啊，我平常時就派用傳咗咧，就我就170啦，170啦。就是啊，我咪是叫 point 啫，特別都叫點啊，叫點嘅事啊。伊人無咁樣好用喎，伊人無好你自己去買嘅飛機票，你就俾看伊人有蝦米 embargo 嘛，英國條 embargo 冇你買。
特別我 Singapore Airlines 係被批咋 ，Singapore Airlines 係 Kris Flyers。哦，所以你背是 Singapore Airlines 啦。我背 Singapore Airlines on top of that。哇，好命咯！Singapore Airlines 是真係講咯。176,000一杯啦。100那邊是17萬啦嚇，100因為是一塊一 point 啦，我特別有一塊一 point 咧，我 because 我係 credit card 嘅 point 嚇，我是 Chase 嘅 credit card，依 point 係 directly transfer point to Singapore Airlines Kris Flyer mile 嘅咋。แล้ว當今 Singapore allow อย่าง Singapore Airlines 啊，伊 allow 你用你 point 嚟買單，所以我一頭買，伊 restriction maybe 較少咯，但是 upgrade 嚟講就只坎坷咯。特別你是用一段嚟買一 point 嚟買單嚇，伊只用唔是只用通你買 normal 嘅單，我買 business class 嘅你就176,000，我學79塊。得啦，你使阿伯把刀你背 Singapore Airlines 啦。特別我買啲去我 destination 咧，我買背了特別 head。當然冇咩，特別你是新加坡，你背新加坡 Airlines 就特別背去新加坡嘅。對。英國去了新加坡了，我搞邊我就突然了，我咪對處了嘛。我是當然是去到 LA 就 direct 咯，所以我減一站咯 at least。佢哋 flight and everything 啦，未滑啦，你聽到未 head 啲唔知係咪貴嘅所在啦。我睇我飛機啊，差唔多即係當然先嘅 direct flight 嚇，差唔多18點鐘。哎呦17 hours and 50 minutes。係咧啊！我係看啊，我是俾太冷死啦喎。爽哦！喲，對佢個先至我嘅歡喜嘅流轉嘅，我一個就俾。未聽太喎。喲，我真係未聽太，就俾等你過 winter，梗係去哦。你特別快呢，老實講。緊啦，緊呢。應該是我馬樣，我爸個馬樣來者，我同佢對差唔多，我個俾去啊。少，我直直想到冇事咩做工事啊！我真正咪對我當然就冇，我就冇事咩。我教聽那個 baby 個，我個 baby 我咪去做工喎。最阿 baby 啲結果。我個 baby 個。你到新加坡嘅應咩？哦，新加坡嘅飛機票就貴啦。你驚咯，咪教，驚咯。驚啦，乜嚟教？過準有可能啊。你對你雖然10個準對嘅。過準有可能。你講係咪新加坡派俾單啊？你講咪對邊嚟？有陣時伊飛機單哦，我同你講啊，過年時啊，會使起個700-800$啊。平常呢？平常8塊，你俾電話來回。喲，讀咯，即是讀咯。係呐。哦，你對咪較早買咪是較穩咯？別講嘅，有陣時你小早買哦，可能300幾，但有陣時 last minute 你買是成個 SQ 咁嘛時候，有分嘅 seat 哦，伊個別把你買100幾塊呢。哦，特別你這邊看。你哋講這個數咯，這個意思我要講聽咪啫。你再無你若是用網頁啊，去訂你嘅飛機票啊，你就要較過啊。有嘅網頁啊，伊人在你開那刀 log in 去看伊 browse 嘅 flight， 你看這頭先嚇，你看這頭先嘅刀，你看這個價錢，你去找別嘅網頁，了對來伊嘅頭先嘅網頁啊，較貴啊，嘅價錢。哦，我知，特別你咪用 Google，你用你另外嗰隻咧。入關咧哦。誒，你等我你 Google 嚇？可能咩？免等我 Google 一個叫係咪嚇 Google 係咪鬼啊？講無 history 嘅係咧。哦，即係incognito。incognito 你用會使咧，伊 check 你條路嘅。應該係無可能影響對，你用 incognito 嚟使啦。我大家都แล้วรู้ใจเขามี飛機公司做嘅可能，咁แล้ว伊嘅 budget 咯，大本時肯定啫，對。แล้วก็有陣時你是個有係你 mobile apps 啊，到你電話啊，有陣時伊冇 special offer。mobile apps 冇 special offer 有陣時。咱我哋係咩嚇？金奇啦，金奇啦，那邊飛機單，point。
無咁個有陣時哦，貴正嘅飛機票哦，有陣時啊，你看下你成個 SQ 啊，馬上你成個伊正貴哦。Sometimes 啊，你 check 起來伊價錢啦，甲辦伊過budget airline 個，because budget airline 如果袂加下你 luggage 啊，係咪貴個了？你加起來又更加貴個。有。所以有陣時我對嘅時候，我坐 SQ 嘅時 must，你話 friend 講話好夾，我講唔是好夾，你隨起來哦，較條小哦，你坐 SQ 不覺得啦？伊個互你得緊記住，你坐你坐下咧SQ 伊個價錢，看了你嘅 baggage 看了隨着哇，include 到裏邊了啊！包起來攤起來了。你坐下咧 airline 下咧成講下咧budget 咧嗬，你加個 luggage 咧有陣時哦唔得咧，你知哦。唔係講了走了，你咩料啊？做咩咯？我是 budget airline。你 budget 貴呢？我嘛是 budget，但係不看啦，你特別要講白啦。我這個貴杯是我要飛去意大利啊，我是飛 budget 嘅 airline 啦 ，EasyJet，伊人死無人頭啊！我覺得 EasyJet 啦，死白字啦解咗。你個價好貴哦。對。我大家知道。你 check in 去那邊啲飛機，你加好貴哦，加你聽我講，伊個 EasyJet 是個字啦解，我甲你講，你 check in luggage 啊，one luggage 啊，隨隻價錢，2個 luggage 隨隻價錢，你一支飛機嘅時候，only one luggage，如果你 hand carry 一個，你laptop bag 一個，伊隨你類嘅字啦解，早陣時我到 Paris 嘅時就是掉下咯。對，我解講嘛，我backpack 是 laptop bag 嚟咧，你話 hand carry 是話 shoe 攞咧，你唔話按照一個 if you can squeeze into one bag, I don't care. I say okay, you squeeze for me and see. And you show me how you going to squeeze my shoe inside my laptop bag. 你伊就講sorry, this is rule. Then 下面貴，你我就解亂，我解講按照安尼一人攞嚟白會使接，你是不是逼我是 Asian？ 你我解講 come on 啊，我解講 come on, I've been flying everywhere. 我解講 don't pick on me 哦。你點皮咧after that 後，我解你講最好笑嘅是，阿妹人看我解笑，我特咧洗白洗到伊白裏面洗白字，你我就講咩嘛？我解講 take a look behind my line. 我解講 how many people are stuffing their stuff in one luggage bag just because of your word. Can you get your manager to talk to me? 伊 manager 唔敢出來。冇啦，唔敢出來。你 play the race card，伊人驚頭定了，伊人真係驚伊 bad publicity， racial issues 嘅。你講 is it because of Chinese？ 我冇解講 Chinese， 我講 don't pick on me because I'm Asian。我就係講嘛，我就係講 don't pick on me because I'm Asian and don't pick on me thinking that I do not know your rules。你一點去。一頭點去都真係喲，你我嚟起航，你我嚟頭尾一句話，我頭尾皮卡索你點去看了。皮卡索係咩？皮卡索是 what the fuck。皮卡索是伊是皮卡索是 what the fuck 咧，看到我點點咧，伊應該是大概在講我人唔是迄種。你應該會使 bully Asian， then 伊 manager 出來，唔敢出來就喺度講啦。你解講 I saw your manager, ask your manager to come out here. I want to talk to that guy。你講 come right now， 我就解講 come right now out here and talk to me. Don't hide behind there and use your phone and talk to me. I am your customer. I have my rights. 我同解講一點嘅。Then after that, it ding dong Delhi have been no, it's our rules. I said, what kind of rules is it? It stated that 下面貴嚟白貴嚟下面嘛，我頭家 argue 嘛，咧 after that 講別貴，好我貴。還有咯，我唔是派嘛，這是理由嘛，我 already check in 我 luggage 啦嘛，我 check in luggage 時，你看到我有一個 hand carry，按照你咪教我講，你等到我 board 飛機嘅時咧，你過來教我講 because 你是budget。對，你也是假說啊，我嘛個較貴啊，我不要坐較好嘅飛機啊，是唔是 crazy 啊？我講我唔是講嘅，你知喎。即係有咩？你講咩？依 airline 係咩 ？JetBlue 啊？你係咪 Jet Easy 啦 ？EasyJet 啦。difficult jet 啊 ，difficult jet。我講你講一個 jet 啦，有嘢配穿喎。But EasyJet
EasyJet B 個 Ryanair 啊 ，EasyJet 比較好啦，Ryanair 是最衰嘅啦，咁樣。我budget 啦，budget 啦，咪做隻 topic 是 budget airline 啊。tapi lu terbaik di Kongfu tu, lu terbaik di Kongfu tu, Easy tu dah. 冇，咱開門講冇開門講嘛，咱飛嘛。OK 啦，OK。啊，OK，等我寫起來。你寫起來。budget airline 我冇熟解啦，是Asia 啦。阿 John 啊，你若是做你看啊，若是真正濟人聽啊，伊個冇可能伊個 airline 互你 free ticket 喎。哦耶！你若做好publicity 互你咯，你做好 publicity 互伊人啊，伊人。係你講隔離邊咧學嘅 podcast 嘅 member 有 special discount 喎。而家你細嘅，你咱邊頂看住 A 嘟加 M 嘟呢攞你呢，Ryanair 啦都冇限制。Actually，我 I don't mind Asia 那是講伊嘅，但我講嘅就 budget airline，我冇 don't mind Asia 啊。是講嘅 Asia，我邊會啊，冇估啊，你會記得伊人選區嘅事啊，伊人就是咱這個。Tony Fernandez 啊，他那有較好事無？伊人生理有較好事無啊？真係冇事啊，冇事啊。特別冇事啊。你 even 係只 Ken 出嚟講啊你，攞開你咩 site CDS 係咩你點解啊？少年你啊？Entah bah，我講聽緊好笑，我看到，嗰啲 Facebook 會寫一個查某，伊翕伊媽去頭嘢。你實是啲 poster 誒咧，高興嘛！我梗歡喜就都見到伊個 poster。人頭話嘛，係啦，伊咪是講伊嚇，講伊穿衫，穿伊靠上底係什麼唔知 ，exercise 係咩意思？即係 away key 啊，係咪 key 咩？唔是啦，好白啦。冇啦，191嘅特媽講貴嘅時就 stop 到邊一哦，咁啊，得咧。哦，這下，特別本 key 這本咧就是 recording session。高字個啊嘛。高字個咯嚇。好聊，你人。那貴告訴那講那驚那 key 嘅 number， 唔知是貴定是貴嚟哦。貴就。OK 嚟，哦，今日91，等你買隻機看嘅時，以後俾報個了嘢。當然冇啦，但係咧是91貴，其實而家一人看都得，當然嘛4人看。必波得即刻嘅，依鋪攞個鼻到嚟。鋪攞冇講掉個，冇啦，20分鐘啊！你問講話正看咗咁啊？冇講到。嚟冇啦，頭啲嗰時 One Night Brown 邊咧 Island 我冇上邊，就鋪攞起，就鋪攞起一個講，咱講正話題，咱講劍氣呵，劍氣啊！阿妹，咱就是咱有穿咁咩劍氣，手指啊，耳水啊，交三字啊喎，交三字啊！佢在起啊！即係有時貴啊！You know 我係劇定啊，嚇 ，particularly 我係嚟講是大波人未使穿係咪劍氣咯？哦，個團湯，老頭人湯。無情係咪劍氣嘅？特別我係 partner， 我跟我係 partner 是以後我一個這項物件了，一個我係 signature 哦，所以以後我是劍氣啊，所以我唔捌頭嘅，我換啊長翼啊崩晒啊，是小水啦，我情嘅。哦，程度背仔是係你小人嘅嘛，唔係學有小人嘅。小人是咩？射箭。射箭啊！我上個也好聽，少年。誒，富二代也好聽啦 ，OK 射箭。富二代我都未曉，富二代是好嘅人。伊是富二代，伊是個富二代。看到未？有一個電視就裏邊，等我看啊！哦 ，Superman 有 S 字。S。你講回淡薄未 focus。你寫咩啊？未喎，你看到？冇字啊，你呢？冇看得嘅。講回佢啦。中呢名鄧人字中。對。應該中嘅中哦。有一個中加一個心啲嘅。你中是？你是一個字嘅。
伊是一个字嚟。啊，你中是甲我中上是中心的中嚇。中心。OK。了出邊，哎呦。了做這裡了啦，了我啲做工啲路棍鬧嘅事啊，伊人有一個，伊人我啲做我開刀嘅事啊，做開刀嘅事，伊人講你特別偷，我講買。這裡是 touching my skin 100% of the time。我冇偷嘅，我半人半，你若是為我偷，你來浸我係咋哩？唔係，你做 surgery 時請掉 glove 嘛，你不要緊，你冇事咩？你請掉 glove，所以我到上講嘅我家己就冇蝦米意思。了，這裡劍啊，是啲未燒germs 嘅嘛？哦。Maybe 伊件講係你 ring 會刮掉伊 glove 破去哦。對，加了骨呢？你看加了骨。你請到幾年啊？這 ring 這手指？哦，較加，我30年咯 ，I suppose。30幾年啦。30年啦，你 finger 嘅 size 冇變呢 I think you grow around it。冇，我係 finger 有 grow，because 我頭先請嘅時啊，伊較零咁薄，看到我未錄了。不 because if it is 真嘅 go，佢會使嘅去 expand 呢小事。If it's real go，佢會使嘅。特別你 goldsmith expand 呢？特別啊！呢是 real 嘅劍啦，正嘅劍啦，特別我唔知。正嘅劍是係咪劍咧？911 哦，別曉。我就講一個是 hard，一個是 soft 嘅。係咪911上面999上面你講下 ？carrot，一講嘢 carrot。999嘛，傳劍咯嚇。999咪是上女。我同你講啲英國啊，你白真係管嘅 carrot，唔知係咪屬伊人 control 你啊？你若是白真係管嘅 carrot，你就俾對起馬來西亞。這邊啲英國地管啦，是24。哦，是。你特別企喺邊兩road特別一隻啊！特別企邊兩。你佢講佢24啊？咯，30咯。係咪第一關嘅劍是第一關嘅劍是就隻 carrot？我第一關嘅劍是標嘅高啦，但冇波人用。因為嗰時女唔是啊？波人用係劍。100% 劍就做劍氣，因為一條女。對，伊 out of shape。你別用嘅款咧，你用做咩啊？伊型都冇做咩啦，姑娘伊型都冇上了。但係你請24 carrot 加30 carrot，你咪是30 carrot 加型女咯，加型女嚇，對，你會記得你看戲時有人古仔人啦，係你下嘢嚟㗎，是咪看是弱女啦？較女是較嘅咯。我都定到啦，假咧出去對人咯。冇啦，你劍嘅啦。劍嘅。假嘅 crack， 對。你靠住你食啦，你食。你講國家人無情劍，因為樣嘢拍個樓咧。無劍嘅，你講無劍嘅咩？我呢咪就係劍嘅，嚇，呢咪是劍嘅。我頂到因為劍嘅，都按咗綁起嘢，頂到了無dentist啊。你等我好奇怪你是 cap 嚟嘛？特別樣無情咧啊，因為就情結啊，佢哋覺得咪是。我有時候揾到頂到因為嘅劍嘅嘅，就爬起嘢啊。你兩起啊？我咪劍卡女嘛，一樣嘅對。對，一卡女，了加落是較爽。了本是較硬做可以搖。我笑到就唔驚，你爬落去出去後，你就唔驚是吞到佢拔到崩曬，仲是咚。係啦，佢乜嘅佢曬啊，好聊啦，係時。你看落去，你曬湯嘅卷劍攰攰嘅。咚，冇就嚟聲咚。你來嘅曬，鏘一聲嚇。安尼就。頂到誒，頂到誒，冇頂到是真笨嘅哦。WC 冇燈嘅時候，係啦，頂到是一個 bucket 啊，毒啊，誒冇啊，毒都冇，就是安尼自然佢變崩死啊。劍佢講嘅使。誒，使本是劍啊，唔是咩？使是仔咩？本是劍啊。誒，嗱 OK， 劍氣，我講個劍氣試下，咱是講劍氣，特別咱唔是特別講是。
用金做，跟住個金器嘅事情，金器就是成個 jewelry 意思，對唔對？白金 diamond 係你嘅了啊，應該是啦，includes 啩。係咯銀那是，gig 啊，crystal，嚇，gig 啊， ，gig 本身啲正 gig 是係咪 ？Sorry， ，gig 是 jade， jade 啊 是 jade แล้วก็ประหังมีแก咧ม้าหนาวมีแกเสมประหังแบบ 啊，你咩水晶啊，水晶啊，ไม่水晶話ม้าหนาว不啊，是馬騮啊，馬騮屙食嘅啊，嚇，對orange 啊，你。我馬路啊，你看 Facebook 樣被介上了，哦，別咪帶你鵝你鵝嚇，水晶啊，瑪瑙啊，你唔知嘅，係咧我計見啦，冇得價俾我落 internet 嚟，但係講繁語不要緊啊，你扮嘢嘛情冇緒嘅咯，情緒嘅。情緒呢，有啲 plastic 啦，我感覺到。哦，我是講嘅是成個人係你活住嘅呢嚇，接住嘅嚇。哦，一粒嘅嚇，你係一粒或者你荷攞嘅嚇。一粒寫皮丘啊，你啊。我係有雲吞俾後啊，雲吞俾後啊你。攞粒一條，攞粒一條掉。我唔係教我冇俾率。冇俾率咧。問佢哋有冇單呢？佢話我攞啲包啊，但係唔佢哋呢。這是我攞粒一條咯，攞粒一條過古本咯，我有雲吞後啊呀，雲吞波比我俾佢哋貴啊，一個這裡是別人學我俾佢講話呀，師姐講話呀。我有隻讓住人有清金器先酷，嚟講下。白金，你清白金啊？白金是唔是 platinum 啊？冇，白金係咩？ white gold。白金 white gold，我做咩屬於 gold 變 white 嘅嚇？你冇試啊？得嘅金未喎，有綠色嘅是8K 8 carat 嘅，迄個都係綠色，16K 未綠色。哦，嚇你係 gold plated 綠色哦。，gold plated 未，但是 silver 嘅都會。啊，我係你金嘅出去 gold 啊，那你 plated on white gold 係綠嘅了，有落 white gold。哦，你情啲超嚇，情啲超較咩人嘅，你當 chemical 物件較濟嘛，但是你做 pendant 就較艱苦。哦，OK。哦 ，pendant 就正嘅情咧，較我懂嘅嘛。嚇，誒，你我講啊，咁我每兩面係頭頭嘅 question。你未記住？我每兩咁我講你記唔記得？一直插背咧，而家等你插背。有， Sorry，不要叫我冚你聲，聲不要叫我 control say no worry。哦，你講99991嚇。嚇，我999是。我隨時我未曉半，我就係 number 呢，你特別個另外一個話是叫作金字金，嘅零件金嚇。哦，嗰零金是成個係你 rose gold，薄薄嘅嗬。冇當然嘅零件金是 rose gold 嚟嘛。哦。真係當金真係輕嘛嚇。Rose Gold 是安怎係做咩屬於變做 Rose Gold 參冇上嘅字啊？係一個參無上有參白梨啊，應該是有參高波啊，係咪咩嘅？哦。但係那 rose gold 前有貴本哦，一啖 pinkish 啊，你。嚇，一 pinkish 嘅，伊唔是誒正，actually that day 嗬，我行過一個 jewel shop，我看到有睇到嗰隻新料，或者是黑色啊，可能個。哦金，那款啊，就看做我唔知喎，伊些是白絲那款啊，佢哩。伊參黑色嘅金色了個黑嘅白啊，黑嘅啊你係咪white gold啦？嘅水尿本哦。啊，誒係大電黏參水本哦。嚇，水個貴。做咩數大電黏水咧嚇？伊是黑色。比係你 rose gold 嘅貴個。黑色你表情 plastic 啊？冇較艱苦吹，較艱苦屙出來嘅物件，伊本是金啊。哦。Actually 嗬，我有一個 friend 跟我講過 ，actually gold 啊、diamond 這個了是我人做出來價值嘅貴嘅。少啦，那是我家大人做了，但所以變咗安尼貴。actually 這物件，人講 actually 唔是真貴嘅。你是慳有啦，頂是較少嘛。
你咪是成個 diamond 啊，可能成個 diamond 啊，actually diamond 是一個無嘅尖嘅，可能差嘅呢關。你買 diamond 啊，你嘅到底去買時候，一嘅話無嘅啊，無 value 咧啊，石頭一粒。哦，有咩？有啦，石頭一粒。是講我買一粒 diamond 呢時候我買時，我買到底我一嘅字。買掉啦，半嘅路頭潮咯。冇啦，你看咗，唔使講啦，你看咗看石門，你有啲卡拉基嘅，伊較水色，伊嗰時有啲店，你看你去倒落買啊，有色咧。你過看甲邊個咧？一個對，對，伊甲邊伊色，伊貴物件。哇，梗係當然你搞講啊，即我即係會請當然你曉你曉即 diamond 嘅物件。你當你未超之後，你幫我試，就俾 research 過下。哎呦，會請。等我一個講 diamond 嚟邊個唔就有點無點啊 something 啊？嚟講大個，我真是個 diamond 嚟啊！我仲未上我咪打嚟上啊 ！diamond 嚟 crystal 啦，嘅 crystal 嚟 replace 埋晒啲上嘅啦。白古利，係啊，白古利。唔係喂 diamond，我就係個 diamond 嚟，嚟我去地方。diamond 呢 ？diamond 有分 color 咯 ，A B C D 嚟計 categorize 伊咯。哎呦，伊沙龍嘅白刀了落，但係行。你不敢那波，但係白刀嚟。一條 TV 拍個樓嘅啦。做咩都可以。你唔知咩就係穿金剛褲啊？係你孫悟空嘅金剛褲。你穿嘅 crown 出嚟啊！啊，你係你自己 ruby 嘅了 ，plastic 嘅。plastic 嘅，現啊你能現啊白啲 plastic crown 啊。咩 plastic 啫啊？แล้วอยู่ปุ่น color 咯แล้วก็ปุ่นอีกุยเด็กกัด咯แล้วกุยเด็กกัดก็ปุ่นให้มี country เอกคัด咯อันไหนคอนแล้วก็กัด嚟ส่วนอีเอกคัด係有字咯哦，伊 diamond 就是一個ปุ่น blue diamond 啊 ，yellow diamond 啊，係你是 color 啦，因為我在這嘛，啊，伊 journey 伊是伊 journey 了啊，แล้ว伊 diamond 入邊ก็係拍 serial number 啦。serial number 啊，我就是講 laser cut。對，laser cut 啲入邊，所以你都用好似種啲 microscope 嚟慢慢看，喺入邊一對條類 certificate 咯。哦，我就是個 diamond 咯，我就是個看先啊，是吧？我是穿到最後到日頭嘅底下拍掉是只水。啊，你去對呢？你去 Burmese 啊？你去 Burma 買正濟。嘅，我冇插嘅，我個攰吉啦，我就。是呢，你去邊度見人是出Ruby 啊，Ruby 係咪成個未記啊 ？Ruby 藍啊，哦，紅 Sapphire 啊 ，Sapphire 唔是紅咩 ？Sapphire 是鍍掛紅。哦，Sapphire 冇啦 ，Sapphire 哦 ，I thought Sapphire 是紅 ，Ruby 是 blue。Ruby 是紅 ，Ruby 是紅 ，Sapphire blue。嚇，呢一個一個是叫 olive 啊，本是有青色嘅。呢個黃色嘅嚇。嚇，本有黃嘅。個有一個是 pinkish 啊，呢。我個冇是個色嘅哦，我個是個白那好誒。哎呦，你查某成日 high maintenance 咯。做咩事啊？我是冇是個 color，我成看你 diamond，我是那白那金嘅，嗬，冇買色嘅喎，我是個。我比較是我比較。做 color 做貴哦。以前是 color 啦，以前係rainbow 啲入邊啦。哦，iridescent 係我買是白那白。啊，你有 crystal 嘅啊？啊，no， 我嚟等乜計講嘅 crystal ，OK 啦，咕哩。哎呦，10號就有啦。你去 Swarovski 係咪 shop 係咪？有貴本啊 Swarovski。Swarovski 是買 brand 咯。啊，你買 brand 啊，但係本是係你 crystal 嚟呢嘛。做咩是個買 diamond 呢？做咩是人個買 diamond，又買 crystal 啊？係啊。伊嘅 hardness。叫 hardness。哦，我都冇驚嚟整人，唔要緊咯。你係靠人嘅車嘛，都。Look at the I bring your crystal 嚟啊。Maybe crystal 硬破 ，crystal 硬破，一脆破 ，diamond 都較艱苦破 ，diamond 是第一定嘅物件啦，全世界是第一定嘅物件是 diamond 了咯。對。你知迄個
迄個刮玻璃店哦，伊毋是伊個刮做玻璃啦，嗰是做硬嘅。伊幾間店吼，伊毋是伊個 cashier machine 第一搭路，伊個是人第一搭路，伊是佢夾得嘅 pen 第一搭路。哦，特別伊用嘅 diamond 是 industrial diamond，唔是人用做金器嘅 diamond。嚇，是啦，冇正嚇。本是貴啦，貴喎，係啦，伊用咧，伊燒起來嘅啊，然後講照看會使，然後唔使燒起來咧，係嘛？伊個工人本是會超氣喎。哦。Diamond 我是個 Diamond，OK， 你我俾 Crystal 嚟啦，我都冇記嚟，做乜嚟看呢？你嘅俾 Crystal 咯，好啦嘛，你佢俾淡薄係你 Sprinkle 啊 ，bling bling 濕到你貴先顧嘛 bling bling 咯。我冇是講你 bling bling 嘅衫誒，我是講一隻把刀呢，看咧是一頭就對是先拿，我就是講。特別啊，你若是買 diamond 啊，你都俾過，你冇買嘢 blood diamond 咯。哦。你買個別人。買做派學白人咯。我頭時我定到時我直接想俾，我直接 dream 咁啊，我俾 diamond 嘅咋 ，diamond ring 咋。แล้ว我看本來係 diamond 嘅 wedding ring 啊，咪確啦，就估嘅事啊，正到時。แล้วอันนี้我 OK，one thing 我個是個 diamond，特別我個是個要 try 有 diamond 嘅 ring，特別 diamond 嘅 ring 我個冇是個係你想托你雜波嘅 style 我個冇是個，我個係真正。minimal 嘅 design 咋，你我看到一個是伊個，伊是在地呢咩上條伊個 diamond 咧嚇，伊 diamond 是迄個叫咩 princess cut 還是獅子角還是 princess cut？你伊特別伊頂面是 seamless，就係做啲頂面看來，伊是成個伊 band 參伊 diamond 做一個 good 就去個咧。我哋當時看到，特別我看到，當時我 on the outside 你看嘅時候。你是看到伊成個一個 one solid， 你幫的是成 one solid 嘅 surface 咯。單攬落去嘅啦。啊，單攬落去嘅對。แล้ว我看了時候，แล้ว拿來拿流啊，是都冇人送啊嘛。แล้ว是拿來流啊，是上加你嘅 iPhone 咯，你 iPhone 看伊玻璃，即係伊 TS 你別注意。對，都一個 good。對。所以我就是看了，不，那隻股咧，嗬，貴牛咧，然後單都冇人送我咧，嗬，然後啥買啊喎，當然，你隻擺都冇人做咩？我冇 ring 嘅咋，我舊年冇 ring 嘅嚇，冇計講係，冇我買了，你冇顯你看，我買了，我計講我買了，你都送伊用，我冇送伊啦，我看數度呢度冇送。冇啊，冇 ring 嘅話，我冇 jewelry， 你冇情劍器啊，所以我冇情劍器，所以冇。我講嘅 ring 冇 wedding band 啊，冇 wedding band。我上次是美國人打波情舊影嘅手機。哦，是咩？我這邊英國嘅人啊，打波舊影都冇情啊。冇情手機啊。我樣冇興 wedding band 嘅啊。冇。你是跟他打波？那是有你。boleh ale cucu kawin ale William ka cucu kawin ni si mau ching wedding band. Tapi dia si美國嘅人嘛。哦，但所以我會記有請 wedding band 啊。伊冇影響到啦。Maybe 啊。你這邊人你看，就是啦，你就是別吹打波，較看伊有夠影無。冇情 ring 啊！應該掉論是講冇情 ring 是冇情手指，是因為伊人教應是冇講有即個換手指嘅傳統啊，還是情了手指換上換了冇嘢出來情。冇你就是我唔知啦，特別我想伊嘅歷史呢是而家人是你會紅傳波嘅，唔是波傳紅嘅嘛。紅傳波嘅時候，紅就俾海嘅波就嚟照紙情咯。哦，伊唔是成個照紙我被逼嘢嚟看啦。冇，但係較 modern 嘅人是講較 equal 啦，人人是較 equal， 所以你查某做嘅物件，你查某本事就會做啦。呢是成個嗰樣是情成度 remind 你個你教人嘅看。寫一個 promise against each other 唔是別記，伊是成個講你白刀嘅事啊，你俾出去啊，吹別人嘅事啊，你看到哎呦我教人啊，唔使。
唔是講係咪啦，就是寫隻 reminder 哈，你冇到你出對單路啦。你做緊未記出哎呀，我冇個跌到出未記啊。冇就是看你人會未記，你看你物件。冇就是你咩啦？你當定話係教 N 嘅打波啊，N 未記啊，你靠好買嘅打波了咯。阿是以前嘅是變咗成啊白絲，你真係有啲人啊會啊，見到走話地哋，你去鋪落啫，就講電話。講電話，了伊個我哋講咩啊？你講係 keep 咯？我要 keep 落啫，特別我要 keep 落做咩？我講我要 keep 落，特別我唔知。你 keep 落俾 diamond 呀？做榴蓮。手指話榴蓮嘅手指。你穿手指嚇，你是有人是會可能成日，就可能就講我地根人看下。我不是講你看啊 ，because 他那查甫係我人家己不 ，actually we can afford our own diamond rings。對不 ？because 他那世界無相咧，就有。我你家己自家啦。我你家己自家咯，所以你就是講你情嘅時，你就講人看到你成講你買見講你係啲舊嘅，買除咗你咪是買情嘅自己，到底你多少嘅 ring finger 啦，無限情百支啦，你10支嘛，你買情自己，你話穿嘅咧咪使個，情豆仔啊，情舊影是情自己呢，嘛是有多少嘅是呀，是嘅，隨住人有情條手指又乜看的當然。困咗個好多情頭咯，冇情頭咯，頭係困嘅咩？唔是情條呀？加大蚊加啦，加大蚊刮咗個機邊啊，5卡拉嘅咧，10卡拉。咁你困嘅時候嘴邊啊刮落機邊，加了咖喱嘅咧。我估你講我聽你手指人怎？卡條卡嚟卡係名稱嘅呀？名稱嚟卡。幾百吉個卡雕卡啦，依是一個 designer 嘅卡。卡雕，OK， 我知你 diamond 嘅公司咧。OK， 喲，你你好嘅，了。嚇？卡雕卡上面冇相啊，卡雕。冇啦，一隻嘅 design 嘅，依是一個。你把這對，安尼你冇好我看過嚇？嚇？冇你冇好我看過喎。叫你抄你叫我抄你 diamond 呀？冇啦。你 matching 有你 diamond 你 ring？ match。花 match 係咩意思啊？攞粒咯。攞粒一條啊？冇啦，冇攞粒一條，攞粒攞嚟坑，哎呦崩潰。啊？係咪坑？係咪你？冇。嚇！你講咩 matching 係咪 matching 係咪 ？matching 嘅哦 diamond。你 ring 念嗎？是粒 match 啦，match 你講係咪 match？手指要 match 白開哦。冇明白。你這是你個事情啊，是教人嘅手指。攞粒啦，一對嘢啦，嚇啦。是啦。我教 Alex 啦。了 Alex 伊是相嘅哦。相嘅啦。哦，因為我冇看過，對是把它我看哈。OK。我知我一個朋友啦，伊應該是冇聽，特別我別個朋友聽。我一個朋友咧，伊是，哎喲，我特擺出去啊，伊穿冇相嘅 diamond ring 嘅，一隻水嘅，嚇，特波啦，伊穿一卡呢，伊一卡咧，伊 design 隻水啊，伊是一隻好嘅啦，所以伊手指啊，特擺冇相卡，我從佢時候我看。哇！哎喲，我講卡碟伊是卡碟啊，卡碟是唔是特啲英國嘅？車會不有嘛？唔是咩？但係你講我以 original brand 係啲特啲英國嘅是啥物啊？加出名 Tiffany，唔是 Tiffany 美國嘅 Tiffany 美國嘅。然後你法國嘅咩？卡碟是唔是意大利嘅？Harry Winston 本是寫水嘅 Harry Winston 嘅 brand。我冇聽過本，特別伊是，I think 是卡碟所，唔知你伊是到啲特別我咪講實在，可能我朋友聽到伊隻手指啊，嚇對 too much information， 歹勢啦 ，because 伊甲我講啦，我甲人講下，所以我講快講。我做我確實陪講，伊上班啊，你就係講伊個公司啊，你去做你電器公司啊，會請伊去
private 嘅 viewing 嘅先見出嚟。哇哦！哎呀，女朋友，嗱，你白淡薄冇白淡薄好多天啊！女朋友冇是，你自己朋友冇是，你 batch 哥，佢都白讀冊，伊冇是啥，伊去迄個地圖啦，哎喲，伊 invite 伊去，我甲你講，我聽到個啦。注意，啲咩嘟？迪士尼啦，請伊去啊，伊 anniversary 請伊去啊，做 private。注意我白你哦，你白甲伊食啊，小豬藤甲食甲咪食，迄一種啊。注意啦，怎麼唔知我朋友係好嘅，琴日嚟嘅我我唔知個伊係好嘅哎，我嚇掉自己講，我阿爸我炒到去，無伊個 salesman 唔加好你面色看，你叫伊嘢係面好你看。搞我上歐嘅當歐啊！啊，搞到上歐誒嚇掉。即香，伊當佢有聽了誒，我袂使講，但係講。Oh my god！你 message 我。OK。特別說唔知啦，特別說唔知是裝嘅呀。你知。我知要情趣知，未必能講上人係。唔是雜波誒。我雜波誒。嚇！哦，我知啊。你知啊？我知啊。啊，一段話咧我特啲，呢段我特啲咧，普通話有冇明下？嚇，普通話用，我當只普通話得啦。嗰另外一間啊，咱嘅神婆呢段話，咱神婆一定嘅。哦，哈，啊 ，OK， 好啦。明白啊！我這段名寫錯了。明白啊！嗚好。家己講家己爽嘅，我家己講大人爽。你當佢有聽到啊？伊應該有聽到誒，伊特特講個聽咧，就咪嚟啲笑誒。哦 ，OK， 喲，一刀炒我去啦。係啦，我問佢講炒我去啦。唉，你講你啊？伊是去咩嚟美國啊？冇啦 ，KL 嘅羅景㗎了啊，去 invited 伊去啊，笑啊，咪 function 㗎了，伊講啊 Rosma 你看。我聽到立先啊！不，我嘅朋友嘅是另外一間啦，伊是一頭可以，伊請嘅是請去倫敦嚟嘅。哇！然後伊參伊是成個把路做出來新嘅會啊，OK， 唔係講實際，肯定唔係話。OK， 嗰時香港劍橋咯，特別伊出資嘅咧就真係 unique 嘅就伊是就，I think 伊是 designer 做卡呢，那做龜卡呢。然後伊唔是成一粒呢，伊冇成 design 呢，都拖嘅呢。哦，拖姐啊，個碎石嘅啦。哈。啲有當時是一粒多粒。是，一邊一個看啊，可能有咧，哇！我會去一直開是一成啊，一個骨，你幫是啥個骨特別個了，冇上嘅把肚。哇！我嘅把肚呢是到了把行嘅橋啦，幾上誒，聽到我隔壁係拍劍嘅嘛，我係邊你幫我隻好誒，你冇去伊龍江為善水啊？點解我燒到劍啊？有影做我是聽人講啊，你拍劍嘅嗬，伊落擺流水出來嗬，你迄個 MBSB 打自家去冰收龍教嘅咋？哦，龍教係皮嘅咋？我嚟人唔可以流出嚟啦。一隻就搭背啦，搭背就點講啊？你有隻佢幫住部曬係去橋掉。feel 到，但是破坑啊，流走一粒出去。走一粒。我係幫曬一按係只50 carat 嚟。我做工時，我講過啦嘛，啲寫真版嘅時做咗你 filter 嘅時，了有聽到人 report 了，講這隻 flight 有人拍唔記手指，了好大粒嘅 diamond，了是有扣掉啦，有當除掉啦，有啲是除掉啦。我係針版嘅呀？唔是針版，啲下卡嘅 filter 嘅，下卡嘅細坑嘅。你是加落去洗手，是加落去啊？冇，伊幫洗。你幫洗咧？suction 直到風，直到佢下坑回去啊。安怎幫洗會掃到家裡嘅？
哦，唔知喎，maybe 偷掉，maybe 偷掉咧，鐵頭咧是角落落去嘅定。啊，應該是咯。你個隻人超支時都冇事做，冇條時一直切下吹時拍個粒呢。係可能冇咯。啊是一個就曬，一個就曬，你偷出嚟曬咧，是偷出嚟是假落去。咁啊，諗住嚼面件咯，我跳過 diamond 嘅手指嘅啲借背機嘅事。哦呀，是嗱，只 careless 台灣就我考咗一佢，因為隨寶叫人。你興要？嚇？你興要？係啦，唔是歪我興啊。你哋是毛毛股時候冇興嘅咯。冇，John，即啲學校會樣嘅橋係。哦，冇，即嗬，即條劍咧，我會笑啦 ，OK，but diamond 就係興啦。because diamond 啊 ，something like 我人有買 diamond 嘅人啦，我係感覺到講 diamond 入邊有一個 curse 喺入邊嘅咋嚇，有一個 risk 有人嘅 curse 喺入邊，有人嘅 risk 喺入邊，所以都係 return 給人嘅。哦，我把刀我劍啊，我本棒要 curse 落去，好你看。我也去養掉，養掉啊！一出來時啊，伊 curse 個10倍嘅度。佢嘅養掉啊，佢去做成啲拖啊！我冇會照指啊，你情了會接撞嘅。哦，情了 invisible ring，Lord of the Ring，Lord of the Ring。哦 ，Lord of the Ring。你諗下學嘅話 ，Lord of the Ring 嘅係出事嘅怎麼樣？Lord of the 超支啊，叫 Lord of the 超支。超支嘅超支豆嘅，超支豆嘅，超支嘅豬。誒，出唔係講啊，出嘅事，嗰啲人做嘢 design 啊，裏邊嗰啲 engrave 名啊，你看你名。哦，我真係毛毛菇就直接嚟講係毛毛菇，你俾就直劍氣講下啫。你是俾超支咧，連咧係什麼？擺係什麼？連。你俾連啊？超支。劍連。劍連白劍。你劍連有幾條？劍連有7條啊，7條。你劍連是長嘅，是短嘅，是安怎係？啊，有分，你愛分看你幾 centimeter，佢我較大隻，你帶買較長嘅嘛，無你就拔掉阿毛菇。阿毛菇條竹條頸。啊，條竹條頸。你嘅阿毛菇特別就一條嘅未條竹，特別就係。十二啊，12 cm。咧，落嗰度。Sorry，我俾妹。你講鏈是 chain 是冇 ？chain 掉嚇鏈啊鏈。chain 就唔係necklace。我叫下你是鏈帶嘛。necklace。鏈帶嘅鏈咯，鏈帶。像啊，像。兩個OK，我鏈帶會使。我學住褲啊。鏈都是鏈帶意思啦，特別鏈帶咧是劍氣叫鏈帶，你係鏈嚟講教練，唔使叫教練。啊，對。特別你唔使叫教練帶咧。proper name 是叫暗鏈。暗鏈阿毛菇啊，阿毛菇。啊，暗鏈、超鏈、卡鏈。我細漢時穿卡鏈嘅咯，玲瓏嘅，玲瓏啊嚇。同嗰啲細漢嗰啲咪是穿卡鏈。哦，你係帶路走去大陸啦。你係見路亂走嘛，窿嗰啲。我嗰啲係見相咧，聽到聲音望嗰啲見相。我你幫一班嚟見啊，那 sorry 你會聽到真係是窿窿。零零啷啷，零零啷啷。我係記定到我實時不確佢，但唔知走去大陸去，因為我冇劍氣，特別我冇穿劍氣數，所以我冇劍氣。你應該有一粒機。你講嘅，你調人，你應該有一粒機嘅。誒，真係真嘅，呀，但調人較係有嘅。冇，我係講有一粒機嘅手指嘛。你知哦？冇，你係你呢？係你銅錢嘅呢？你冇咩？銅錢冇啊？圓嘅喎，圓嘅當時你看下羅納，你看。哦，我知你棒數嘅，當時候你聽過。係你我講呀。嚇！伊成個是隻羅納呢，邊嘅羅納。人講煮菇嘅煮好啊，對，煮菇煮青，當見菇真有人嚇，對，伊成個對成個咧，人情嘅人八卦，唔是八卦咧，鄧子，鄧雞，好啦，
特知啊，特別係哦，我知啦，成日打人下咧，讓睡眠喺度咧，多啲下咧，俾個點出來下一 BB 特別當一坑嘅啊，下咧我講樣下咧啦，我知呢講樣咧。Sorry，我哋每個字行。Sorry，excuse me。福建話 diamond，聽下福建話是係咪？布蓮。布蓮唔是華南話。我未曉，華南話係布蓮。然後出邊嘅 dictionary 講酸椒啊。你講條椒話啦。哦，酸椒啊。酸椒。條椒味啊，但我想看下。椒啊是椒。酸椒是對啦，有聽過啦。酸椒。酸椒。嗯。誒，伊個音是安怎看？啊，你椒頭嘅椒，你知啊？巴肚啊，椒頭。酸有可能是 because 伊零嘅水啊，零嘅水了椒啊。酸椒。酸。OK，他們酸椒。你是酸啊？是 CH。酸啊。CH 啊，酸椒。酸椒咱冇咪講嘅嗬，咱講布蓮嘅這邊嚟。啊，咱講布蓮啊，邊布蓮？布蓮唔是了椒咯。我咪是講布蓮，但係布蓮是華南話布蓮。啊，是啦，特別咧邊啲人佢就咪講布蓮嘅啦，你講酸椒都唔有聽。布蓮啊，唔是布蓮啊，唔是布蓮嘅人叫布蓮啊，布蓮。啊，我大家叫布蓮。布蓮，布蓮就是邊啲人講嘅啦，布蓮。布蓮。布。啊，布蓮。布蓮 IAN 嘅。布蓮。啊，了，一個叫布蓮，一個叫榴蓮。Sorry，我叫桃蓮。啊，對。無榴蓮，個無蓮，榴蓮蓮。係啦，榴蓮。可憐。這是我 topic。個無榴蓮，個無桃蓮，冇咩？冇榴蓮。冇布蓮，佢就冇叫榴蓮的可憐。嚇！哎呀，做人榴蓮。榴蓮。榴蓮。榴蓮啊，現在這世界本是上名，你知冇？係咯。柬埔寨啊，因為柬埔寨話是豆娘。豆娘嚇，本是上啦。但係越南語本上嗬，越南語。榴蓮啊，榴蓮。榴蓮布蓮，嚇！แล้วก็ลองก็應該冇毛菇，應該不是，但毛菇。老咯，毛菇，如果係咪你講榴蓮啦，你買是買布蓮的啦，手指有幾卡？手指有4卡。手指你食嘢安怎稱安怎款嘅手指係都熟㗎安怎？冇咧，我當今我換個了，其他我個了也去用。哦，你換冇相嘅 design 嗬？嚇，冇啦，換去 wedding band 個了嘛。哦，你夾定刀嘅了做。嚇。你是講你 wedding band 是夾定刀嘅劍嚟用嘅？wedding band 是因為迄個是白金嘅，無趁用。哦，白金無趁用啊？白金真係無趁用，我冇明白。因為伊開定了，你我嘅 design 呢，因為愛另外做嘢摸出來，了伊愛隨你摸嘅類，那個真係貴。哦，你到外國做是到啲咩嚟先？外國。哦。嚇，然後出年呢度是去換也去用咯。太貴咯！你睇你 message 乜鬼類嚇？OK。你 message OK。我未知喎。我自己拍出嚟。袋了包。我袋了包車啦，我個未了個。我袋了包嚟了，我個未去困個咯。係啦，我個未去困個。豆沙包啦，袋了包。袋了豆沙包。拍手姐。長話你架車，話你諗佢呢時兜燈開啊嗬，我困架我車，你諗佢啲講個。我諗落一個節，你知哦，落一個節隻包啦。行咗一個節係爆炸嘅。我一個攞episode 啦，攰攞點整下嘅啊，攰 episode。係啊，我先攰嘅，我睇下你都就3 episode 了就啊。你咪講kimchi，我咪真係冇攰 kimchi 過。แล้ว你 OK。四粒椒。
四粒蕉啊，四粒蕉是你干那燒掉伊冇啦，搞了起了咯，起到啲手指起呀，到手指了咯，哦，你是個啊？你是個幫啊？你是個做咩？你做咩是個金器？暑假對咯，係咪意思啦？咪我是講金器。哦，阿伯走來是營養嘛？嚇，走來是應該唔是學嘅，即係應學啦，跟住一啖嘢喎。未嘛，當見咱也 cash 也未出，啊 transfer 未出嘛。但係你情咗出去冇看過，愛嘅去巴掌免情嘅，學歪嘛嘅了，爸報咗小成都。爸報咗表示就係 heavy 就係啊，尋 heavy 到這啦，邊個香港一粒？但香港有豬同嘅吞吞嚟嘅啦。夏威夷香港。還沒輸。誒，我冇，我就是講你參咧劍氣啊，包包就播咗係啲成都參 heavy 參香港啫。但係喺度 ice cube 邊順便做啫 ice cube 一粒啊喏。吞氣啊，你大問。你刷咧入嚟呢，就是曉旁經，揾到去曉結真嘅咧。冇誒，你問未記哦，係你 Kiros 買後有開成都嚟隻巧克力咧。那未必有咧，咪看到你見咯。蘑菇啊，蘑菇做查理啊，冇聽邊啲學嘅你就。係你 idea。會見毛蘑菇嘅做嘅時候，有邊頭條去吹成都。本隻出嚟，講唔見見毛蘑菇啊，俾佢開成都後生。你那是燒劍，因為應走路，你做咩會記啊？本是應何人聽喎？啊！豬 sorry， 唔使啦，即係Puki Pong 爬坡咯。Puki Pong 爬你聽啊？我聽了嘛，我聽了。Good morning。Good morning。誒，Puki Pong 你聽到我嘅聲係怪怪哦。對啊，你就誒，但係你試下你 YouTube 啊，並 Facebook 唔知，Skype 咪人講伊講我嘅聲成個硬咧，你冇咩？冇啦。OK，你我講劍氣喎，啦直接咪講個劍氣，講我聽到有係咪劍氣？誒，超標唔算劍氣唔是？誒，使人就是你不能咯。攞嚟超標，攞嚟劍我不能嘛，叫。攞叻。哎呦，Butterfingers 啊，Butterfingers 攞叻。最加聽啲馬來西亞，你唔使啊，超冇氣啊，我諗超氣啊，超氣嘢啊！喲，那啥冇成劍嘅，冇啦，程度阿爹，我哋講破啦，咧講馬來西亞嘅衰啦，講馬來西亞嘅衰。係啦，冇事人交情，人冇事講，哎呀，人冇事香港，哎呀，自動解貨。哇！唔介紹呀，每一水一度俾水到邊幾隻火柴。我聽到人一個告訴啲人去幫曬，因為啲幫曬為了伊邊啊嘅表誒幫經，伊人叫誒，你有幫曬咗冇？這邊冇幫曬咗，你嚟快春秋嚟，學我就幫曬咗。春秋嘅時，人搶伊嘅標記啊嚇，搶伊手標記。嚇！你英文係真？手啊，叻對手啦，就伊了。超越手錶。哦 ，Apple Watch 嗌佢人，呀就嗌咯。Apple Watch 嗰時個以前就係你嘅，成香港嘅係你火柴有過啦，幾火柴嘅可以去咯。係咯。一堆人爬路嗰陣。係你人講睇到係你Panerai啊，Panerai 部嘅有隻哦，唔是講水嘅啦，成 A4 你看個本意，特別是本是係你水啦，對，一號位啊，一號位 AA。啊，係 AA4 啦，不有咯隻哦。一號位係咩意思？意思係好長嘅會。票是冇 Panerai。Panerai 係票頭。啊，即係 brand 嚟。啊，真係貴嘅 brand 嚟，但伊是哦，真係出名啊！我唔捌聽過，我只係 low class 嘅喎。善咯 ，Frank Muller 冇事冇錯。啊 ，Frank Muller 本是啥？你講掉我未曉嘅 branded 嘅物件㗎啦。我是行過看嘅，我買未起，我看爽。我是那是唔是 Rose 馬曉？我都未曉係別咩 bourgeois。sorry 嚇，這裡唔是嘅，你看你愛做係咪行嘅就，你做係咪行，你就對係咪 trend 嘅就，你做到這行工嗬，你哋嘛看到嗱，成家
冷清啲。上個有時阿咗呢朋友我唔識講嘢，但係講嘢嗰隻唔係話新加坡嘅。大家我去張 X 先哈，你人 continue 哈。OK。新加坡 airline 你咪好玩看你張 X 啊？你而家聽話去。有啦，有那邊啲財經咯。係啦，有啲財經去啊。四個整個 clean 淡薄下洗白白。即薄薄啊，即薄啊，你搭晒係四個情緒淡薄。阿記個咧四個情緒啊。冇超級個冇。你跳 topic 啊啫。Circle back。嘿，人捌講過冇張 X 嘅話題。But 講過特別，我寫到我嘅 program， 我嘅即 future。講過一周啦，我有話講。OK。Next month，我會知咱講張 X。張 X 話咩好講？喲，這哦。話咯，你幾大棍？你只幾大棍？你張 X 是幾大棍嘅物件？啊？哦，幾大棍啊！這邊張 X。我講用沙本，你用張 A， 等你講沙本，用沙本水。邊啲學健啊？冇插你話第時係未好，成都都能講嘅這句。你其實冇太講嘅，邊啲學健你講你天才，係咪咪叫我太講嘅？你張 A 是你張 A 是你愛水是安怎款？你愛水是包細丁，還是花嘅開花嘅水花咯？你張 A 是有精神派哦。有青沙龍喎，青沙擺跟住大本事試了誒。對都聽講啊。試咩？哎呦，你接你看你下三本接你嚟照看嘛？哈，你有搶落卡吹康無？你有隻手兩手搶落卡吹康無？啊，安怎 ？OK，老條講。特別咱講咪劍氣 ，OK， 劍氣劍氣個稀水咧，稀水 earring 啊。哈。Actually 我 earring 我 earring 我實是達到，因為我有 three holes 嘛，一邊有一個，另外嗰一邊有兩個，所以我另外嗰一邊是頂到我 mother 愛我買個 first pay，特別家己買一個 diamond 一個 princess 卡，所以我係嚟攞咧，我清掉我冇頭。哦，你咪清水嘅另外坑啦。normally 另外一個我有一個了嘛。所以我打請一個，所以 earring 我冇安尼隻 ring 你冇話嚇 ring 嘅隻 ring 嘅隻，我個數嘅係裝特別 earring 啊，我打到請到位請嘅。我請 ring 是。毛毛菇都笑啊，咪毛毛菇。我想見，伊講拍稀水坑咧，我有方向，我有 story。OK。我拍稀水坑啊！頂到我個隻稀水 ，because 我有稀水坑，我有 eyebrow 嘅坑，我個有係你 belly 嘅坑頂到。哦，貴姓有坑啦，寶寶有。冇咧，寶寶冇。我頂到是，多仔有，你講有，多仔啦。誒，多仔有，你拍兩個山啫，你不如油流出嚟。because 都愛情啊，waist chain 嘛，但所以都當然愛山咯。我拍不多係坑一下，拍一下，一除保險，不多你大，除就係打到佢，喂坑咗打到佢。唔是就係嗰個啊，都你係你 belly button 誒 ring 碰幾好，你大仔隻嘢啊。大仔隻嘢啊，我係細大隻嘢，細大隻。都唔隻嘢啊，冇嘢啊。哎呀，我唔加咯，我驚掂啊。我講，喲，豬豬。個人個。我記翻下咯，個真係啊。嚇 ，OK，แล้ว我講你顯示卡飲鋪攞隻呢，แล้ว我冇細行，咱細行嘅時，咱拍顯示卡有講有係咪細？proof 講都是係咪誒？都是唔是亂嘅？嘅啊，是啊。แล้ว陣時，咱學校咧都啲 KL 啦對人去拍嘛，แล้วสุดที่是講
是愛拍多手柄嘅，是愛拍正手柄嘅，真係。但現在 representation 我未記啊。正手。哦，正手是幾啊？是幾嚇？哦。你冇未曉，你冇記，就是我再講多手甲正手，你記下邊個 tension 話你未記咩波嘟啊，波嘟拍嘛。嚇，你嚇波嘟拍，你望仔，你望講，呢間打波。唔係係你啲 good 咧啊，係你啲 good 咧。冇啦，呀拍成嗰啲撲鬼嘢啦。冇拍過嘢是係你啲 good 咧，唔係咩？本來手邊是樹棒拍啦，蒜頭，蒜頭。哦，蒜頭機。蒜頭唔係頭拍咧頭情嘅嘛。啊，對。你係咪數啦？你伊冇面條對條人咯，所以伊嘅位冇是人嘅 right hand side 咯。你唔知喎，你冇去拍落去咯。死咯！拍了去學堂，隔了人玩街跨路啊，鬼子！哈，你拍到幾坑？正少個攞嚟坑。哦，我未曉喎，你有咩興啊？咩？對我都未曉。你讀緊你點解會少啲不拍？我未咪嘅喎，唔知係咩事喎？家當然個未咪喎。你係要好還係念咪掉？點解會少啲時限嘅事？因冇講特別拍戲水一個係個怪。冇嘢係啦，有嘢係咩？哦，點解拍戲時拍戲水個怪？哦，你是講時限嘅事啦。我唔是話為少啲。係啦，你少啲時限啊？幾歲？真係只時係是伊只是 hyperactive 咧。I think about primary one 嘅時才去拍戲水一個怪。哦，你拍哪邊啊？拍一邊？冇拍一邊呢？拍一邊呢？拍一邊呢？拍到一邊嘅拍到。拍到超正超。我小講啊，我一拍應該是my mistake 啊。left hand side 嚇。left hand side。我唔知喎，我唔知講，我知講要有得一邊有意思，特別我當然冇啦嚇，當劍。他那冇啦，你個一個後尾一個講，你個自己條佢拍多滯。你一拍咧，一拍未落，小魚啊，小背啊，唔是佢 belly button 那邊有垃圾。belly button 那邊有阿咪？有得啦，垃圾啊，垃圾冇 clean 啊，伊冇嘅，你人買幾拍，伊個都拍得嘢成難啦。呀，叫 infection because 你肚仔裏邊垃圾嘛，你拍咧有 open infection 嘛，你裏邊咧垃圾咪唔驚嘛。哎呀，係咪你路人單啊？我知啊，係少啊，佢講嘅係人名字啊。你食咩？你食肚仔啊？食 jelly。Strawberry and cream 啊，哦，安尼阿妹啊。OK， 我啦 ，OK，繼續。呢個冇人冇呢隻喎。冇啊。你係疼哦，你心疼哦。我淨係係疼嘅啦，冇水嘅。呢個但係我看到這 forum 係樣隻 special 唔記得是U jelly 啊 ，U jelly。係咩 jelly？U jelly 啊。U 我冇食過 U 啊。U jelly。你是食藥係糊啊，應該我等下是藥丸啊，藥啦是食。唔是 jelly 啊，很食normal dessert 很食 U jelly， 我看一本咁嘅奇怪，應該很食。你諗要糊巴啊？糊巴哦，個 jelly 咯 ，gelatin 個係很食。特別我在有這邊 American 有做你成個啲 Jello 嘅 salad 你哪有啊 ？salad OK 啦 ，celery 係咪 ？But then，but then 要gelato 就是 gelatin 啊，很多感覺嘅奇怪，一細比一個 gelatin 都比較奇怪嘅。我多數都講 gelato。正個落嚟喎，正個落嚟 jelly 們，很久。啊，我喺度變咗。Salah concept。OK， 都嚟啲嚟。嚇，你對嚟劍氣。OK，把你個布撈嚟食啊。食劍嚇，對。食劍。哦，係劍。係食咩？當見個人牙劍嚟剝面。係邊個啊？劍酸啊？金嚟啫，你冇蝦米數誒？金是 a very inert metal，係伊被 react กับ波行嘅。我唔念佢劍未招。等食嚟火咧？係 gold flake 上面咧，是蝦米飄嘅招啊？但係佢真飄。是成個 vodka 呢？是冇，伊是
嚇，就個對對對，酒，我估住賺但我你落邊啦，你 check 啊，我看嘅啦哇。我笑掉咧，我 So actually go 步行嘅，so what's the benefit for 我人咧食嚟做咩？好 status 嗰個計條條。食咧個棒對對出嚟，我咪 status。冇啦，意思係你制掉講，伊制掉隻劍啊。你啉咧嗬，佢又你放曬時，你佢再等你特別出嚟，佢就係啦。你劍 bling bling 啊，你有 shining。你使放你隻碗嚟啊！你使放你隻碗嚟啊！你係死嘅，快看到劍喎！成間你 strawberry and cream 咧。有人接面叫咯講。誒，看嘅好正嘅咯，actually 嗰種。我看你 cream 啊，你 cream 是成個 heavy cream 是邊個人？heavy cream 嚟啦，heavy cream 啦，你係喲，即係你親佢，大家學先放講嘅，我有咯，唔是話，我有咯，我真係住哦，不都買用，做咩？你先來啦，你唱佢。大家學先放講嘅咧，我有咯。係啊，夾帶啊，點有？肯定伊 strawberry and cream 都落幾多啊 ？cream。係啦。你應該將你是放你啲 cream 零，你係嗰啲 sugar 三嗰啲裡面啊。caster sugar，真係我成個是美國人冇人食嘅。我近日學嘅英國人食呢。伊是邊啲啦？ cream 是真正英國嘅物件嚟啦。好食哦。我拜過天時，了你看我係 caster sugar 真正油嘅，冇成個油嘅 icing sugar 啦。成個美國嘅。油嘅，你看了我用這裡切嘅，這是鹽嘅頭。哦。你看，安尼成個切，學做款嘅呢？哦，好了，我肯定係去食啦，肯定我係去買啊點嘅。買我對巴多上到了，我未拍過啊你。你細部，這裡 strawberries 啊，我差不多13歲個在條食就這裡正嘅 strawberries。Because 馬來西亞都冇 strawberry 呢，馬來西亞都冇 strawberry，我來去英國了，我baru 去食就正嘅 strawberry 哦。我咪想，人細漢嘅時啊，特別係 strawberry flavor，strawberry ice cream 嘅啦冇。strawberry 係係咪款啊 ？strawberry 係安怎？對 ，actually 啊，我到底馬來西亞，我試去佢哋咁嘅公館嘅Cameron Highlands 啊，金馬倫有，金馬倫有好多隻去。邊樣金馬倫係細細粒呢？對。你知我去到你看到大粒嘅頭一刀，就是日本嘅。我8歲就9歲。哦，你話買啊，真係貴，你知道？細按呢，真貴。我特別真係甜哦，你真係大粒嘅。我當然愛咯。你講用啊，你有呢一個 gadget 啊 ？Oh yes。你有隻 gadget 是好你貼嘅 strawberry 嘅。How the strawberry？我咯。冇啦，誒你做咩呢？你看我用我咖喱板呢呀？冇，你是插菜白只愛咩？冇。你是講尋日你曉只落去無好嘅？你唔是講用佢哋 straw 插過去凍嚟使咩？用 straw 嚟啊，用 straw。特別我一個開氣咯，我一個多啊。我只多意思，你看伊漸漸咧，你隻 injection 你掟出來，插落去咧，你放時伊壓掉，你轉就攰咧，好起來尋伊曉水起來嘅。哎呦，我用有冇你只隻，係咪浪費？跟住出啲曉出來呢？曉食埋魚嘛？有別來曉乜都未食，佢真係調情啊！你講個防曬 fiber，你俾食嘢曉，你食下，哎呦唔知啊，你食了會流曬啊！你唔係講食 mango 時尋配隻落去㗎啦？冇啦 ，mango 冇成日 strawberry 貴啲暗啲醋嘢，唔是啊，尋埋曉。actually mango 係配嚟食嘅嘛，你食要
一只攝咯，一零攝啦，是阿冇人食長咧，伊肉好食，伊好食，伊肉是講歹食淡薄啊。如果伊巴掌嘅，有一個殺無夠女。不如講阿冇人是咩？我阿冇人食雞卡，即點針嘅時啊，一層骨本就去，啵啵啵啵嘅。嚇，有影呀？喂，做 friend 啊，阿冇。伊講，你冇教我講，我冇教我講。你不要 try 出來去食榴蓮啊！我食本啊，特別較定淡薄。你出來食榴蓮啊！加半絲，加骨。Strawberry，OK，來佢哋講到對人嘅劍啊！我俾聽人怎麼劍氣，人第貴劍氣是咩點嘅？你明講貴類，你是講我講喊物件嚟？哎呀，冇安全啦，免講啦。嚇？我係 earring 啊，我係 diamond earring。哦，即係你做工是咩啦？你去 service 啊？定係 service 啊？我冇夾過去 service，我家己寫啊。哦。你有係 ultrasonic？冇，我佔落去你嘴入邊切一夾，你讀 brush。你寫啦，你嘅 ultrasonic 寫啊，嚇，伊較尖去。哦，寫唔你講係南邊嘅寫未掉呀？南邊嘅寫未掉呀？咩？我咪數你咪寫，你係垃圾啊，寫係咪？你去買外邊自己嘅脱嚟啊！啊，我買用係咪啫哦？我買用好料呀，阿三哥。哦，阿三哥日本嘅 acid 嗬。啊，尖衣呢？你劍冇夠用劍冇練啊？你這是比尖不練，是尖劍劍。冇尖劍氣㗎了啦 ，whatever 劍，愛可以劍咩，shine 物件㗎了啦。哦。點解唔是講就我大把看我 grandmother 就係用高級啊，做高級邊。高級 abrasive 特別錯。誒，我未諗啊，我未記啊喎。今年攞毛啫。攞毛咯，白骨班點解借淡薄啫？係咪點解借？白骨班即係借淡薄劍，即係借劍就未攞毛啊！咁樣講咩啊？碌腰嘅事啦。我有嘢咯，我頭晚食掉係咪？頭晚我食掉攞地 pizza，攞地 pizza 加攞粒嘅 peach。我見到冇愛心面呢？咩愛心？你冇愛心面呢？我愛心面冇地，我硬冇地。哦 ，OK。但我有地是做咩嘅米好啊？叫你留卡啊？係咯。嗯。你冇地啊？後面數一起搞咯。要係 train 咧，甚至一堆嚟啦，特別貴，lunch time 買別嘅啊。同佢貴啲啲 time 啊，因為我哋想，哎呦，我一隻 dinner，我想我一隻咩？佢咪講我咪講只係講劍氣先，我講咪每兩劍氣嚇，我講貴啲貴劍氣是下面物件，人講話應該蘑菇。我係 band 咗，地貴咗。你 wedding band 啊？嗯。誒，你冇 message 我個 please message 我。แล้วก็จับปอเลยจับปอคุณเหี้ยไอ้ที่บ่ชุดเสียจับปอไหลจะไหลให้คุณเหี้ยจ้ะ知道冇先 OK 我諗冇地咯，冇諗背佢。領導要哦，我冇請，我冇俾佢，都冇俾佢劍氣嘅冇，我冇做介。你都冇請超支喎咩啊？冇，我有請最靚啲呀，係你講住我幾號啊？哦，咁我想我冇事冇，我冇事。但是你做家務，你做家你切菜俾阿你麻煩啲，整。條茄喺度住。Hello，佢俾四卡吹。哦，放西四卡吹是個架到落去。啊啦，個背機個鎖掉。掉到一個學蘑菇橋掉，蘑菇。然後我個前面我頭晚想掉啊，我每人講我俾講物件未記啊，我咪攞嚟記即係劍啊，劍是有人稱啊，伊劍有人稱嘅愛了。對。人是稱一邊愛，一邊劍人。Actually depends，你看你抹 lotion 還是用香水用佢哋 area。哦，特別冇咧，就是講冇你 out of the picture，冇白旁追喎咩？但係可能你雪只 acidic 咯。acidic 一就是哦啊，係 acidic。變哦咯。哦，我係 acidic 我跟我哋。你河南兩斤啊，河南兩斤啊。就去了6點。是5點咯，5點。你6點了咯。
住會員真係明。我去碰牌位。哦，你到會員真係我你冇事咧。Di Bayang Baru masjid. Oh. Wah, tu alarm clock lah tadi. 我把都做工啊。哦，當做工啊，你出門啊？我搞咗。哦，未過你考我到底 Skype 未？你打 phone 嚟啊？有啊。誒，你有播的嘛？你做拜啦冇做啊？拜啦。禮拜咯。哦，禮拜喎，嗬，對。你個記性呢啊？你做？冇啦，做工。做古做白，做古做白，แล้วรู้ไหม你กินขี้我係劍氣啊，教人計資幾貴咯，教人嘅招資，貴你，啊咩？18塊，18塊 OK 啦，有人佢係10清啊，有人嚇頂，แล้ว不，你教人嘅招資是尋你包一卡，你一卡。都還是跟他擼一卡18塊。我一卡18塊。誒咧，擼เขาอย่างงี้ชิวจี้อีสิกินไหมล่ะก็อุปตันfancy 啊是อันนี้一塊呢。冇啦，係你好像個80萬買花盆兩塊呢。哦，貴本啊呢係是一隻金嘅數啦，一隻金嘅數。我拍水叮當，我想講會情潮之時下，我是被 stainless steel， 笨機嘛 stainless steel。有啊嚇。當金 stainless steel 就水你知哦，只笨機咧唔知二十塊，比金20塊呢。特別我冇情潮之，因為我今年我情我講嘅潮之都係叫我不能看過，我就地激嘅啊。然後我情咗，我唔知咩數嚇。個帶啊成硬其喂手指嘅咧只硬嘅。你看，你再講，伊是係咪金？伊是老國仔金，老國仔金有分作金字金啊嘛，佢講啦嘛。我比較看則看。如果夜端咧，都叫何人看啦？哦，特別伊淡薄賴咯，伊上伊上伊咧激入邊，一啲你睇上嘅一啲咪是有，一啲有坑嘅咯。啊，對啊。你下邊嘅是淡薄賴咯。特別有人講我講有個人是 soap rash 嚟，伊成啊，我洗手嘅時候沙本咧嗬，會佢包到啲裏面，我洗冇清氣啊，想冇清氣。特別我變咗冇清氣咯，姑清氣。我暑假你處之時你是我講嘅激啊，你係清咗一個劍啊，我是暑假清一看一個劍。特別當然有啊，特別冇清咗。了OK， 就這樣冇講過。香港嘅劍氣，冇我冇蝦米劍氣，我屬個 bling bling 嘅，係咪啊 ？diamond 啫 ，bullet 呢？我們想話你買個叫買不連咯。有啦，earring 咯 ，earring。哦。簡單，我屬個只簡單嘅。哦，大粒啊！冇啦，細粒啦，冇。哇，對嚟啊！你看大粒包，出門啊！大粒包做工啊！這車本嘅貪喎，你看。你啱仔女啊？我啱仔哇。哦。大粒包嘅啱叫係咪？大粒包嘅啱是係咩？大粒包。大lâm pa。你好啊，係你白照咧，我你白照。上咧嚇，嚟大lâm pa嚟嘅片佢。你睇唔到手邊啫？嗱，大lâm pa。上啊！你仔女嚟嘅十磅都到半路嘅，定嘅。家己講。哎呀！哇，老人是唔是食當咖喱嘅嚇？咖喱呢活動嘅喎，幾點啊？我諗好咧。都 US 嘛，所以係炸雞啊。這邊英國冇玩啊，這邊英國是baru aman呀。哦，都得咯。英國咯。英國咧都跌得咯，好聊。玩到 Australia。我諗正價渣，我冇玩地渣，玩炸雞啊。哦，炸雞啊！攞下邊佢點樣？
哇，這邊啊，差唔多係5點，4點50啦。哇，都好了咯。哇，我早起8點落個當劍嘅話，哇，放工啊，愛放工啊。係咯，我被去小食咯。現在看到老早個人拍曲嘛，歡喜嘛，一句講一道。哦，劍氣，咱個講劍氣是啦，我其實睇上人劍氣是其實。人教演咯，魔鬼 baby 啊，教演實行咧，無咱會記住一回小海哦。好劍鎖匙，劍鎖匙嚇，當然冇啊嗬。唔知喎。當見到嗰馬路是 iPad 啊 ，iPad、Apple、iPad、handphone 冇劍氣了。哦，係啦。我就是想要催你家食啦。好俾我插杯。你個啊？冇我買來。哦，你買 ，hello auntie。那邊一叫我阿 John。Hello。來，我媽咪點什麼嚟水？哇，有咩點什麼啊？哇 ，OK 喎。OK。我剛才聽到你超介人嘛。什麼三單的呢？lemak santan，嗱，之前哪有 lemak 之前？喂，鳥 lemak 咯。因為鳥嘅名是阿仔。阿仔。哎，這裡水啊 ！Hello， 阿仔 ，look，人講得水喎，哦。冇啊，差不多被拗了，我們 check 嘢嚟看。阿妹，早起就拗到我名稱嚟。哎呀！可以白名稱啊！咦，一隻面之後早起嘅長 A 咧，一日一毛去打，咧下步咧拗。喲，一條啊，等啊！一步早自己。我唔知係講我即係講數一定，I聽埋。講啦。我頭自己我解爭 because 忘記 vacation 嘛，你有時啊冇別見，咪你提一級咗嘛。你有時忘記 vacation 對嚟有時話拜二對嚟拜三就看掉路的，一根本看掉路。叫我咪講拜三哦 ，it's okay buddy，it's okay。你拜三嘅時候，我就出對嚟咯，出對嚟一度去大 event 誒，一度 event 冇得好事嘛，冇得好名，然後我就冇攤寫掉，我想我大隻攤寫冇嘛，然後對嚟我出嘅時候，一度我就講 event 咧，就冇垃圾，我冇之前咧做解贈益咯，做解贈益。贈益了時，馬仔早起時贈益就熱辣，要被 dry 嘅時候，時候就熱。然後就嘅陣時就早起時就拗到就攞刀玩嘅磨出來。然後我個解切，然後時我就叫唔是解切解寫，我就叫 Bruce 講，Lu 啊，馬仔早起時個解寫，較甜淡薄，一解寫就推嚟裂呀，寫應該訂掉就到嚟洗淡薄撞出來的。哎呦！你有時伊唔知啊，伊講哎呦死看到一寫解切，咧時個 continue 解寫，即係寫時伊佢成箍晒。哎呦，你講你一放掉伊查死是成個超浪咧嘛，一放掉伊超浪，伊唔知個解寫就係佢成箍晒嘅啦，然後佢就走去贈佢就走咯。然後贈佢就走咧，我寫伊超浪咧時候啊，伊賺開時個贈佢就走咧，是賺開一個字啦，但不過咧賺幾個就好。哎呦，鐵頭西嘅咯，係成日走嘢，依嘢啊，我就依當時讀這邊條，我唔知不我落意咪事，因為我配，因為訂就讀啦，一追我訂你不多代乜寫字啊，訂你不多就讀啦，一特冇使特冇出嚟炒個死啊喲！咦，佢哋咩？好咯，爸爸又不熟啊，又不熟。OK， 搞啊，咱講西講劍講西講嘅了，又西。人西，全部講你劍氣個嚇啊！開車，我冇劍氣。你當然清咗未？教英嘅手指呢？手指普通手指咯，佢幫比輕鬆嘅教英手指咯。攞卡啦，攞卡我清沙卡。你清沙卡我看，得住你清得住機，就你。教英嘅家裡咯，第四。啊，แล้ว票นั้น攞卡咧？票攞卡個渣是個情啊，老掉。代冇啊，代冇情啦。代個情咗個。你情一個軍事戲啦，啥？
我情關事啊！你情關事你就冇啦情嘅。我可能都冇情事，我冇關事情嘅，我情一定係騎騎喎。嗱，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但係你多手嘅，我看到你是你教英就知，你黑餅，你正手，還有你幫你面多餅，你幫你多餅面，我講啊，我那個看到啊，我梗看到，我梗看到，但係我看唔到。OK，哦，你情你未夾帶啊？未啊？按照我情嘅夾帶下，咪是一件咩事？一件會參到白行物件定？呀，你係 alloy，你係 allergy 嘅時候未？嚇 ？Maybe 哦。呢啲都是要參到，呢是即是真正老嘅劍啊！我係講，我係講，你入對嚟啦。OK，你入啲劍，微波嘟你講啊，這是係咪劍喺度食咩我都知啦喂。哦，你制人咗啊？就係都冇，就係講到黑情節你劍未黑情節你劍哦。嚇，你若是講你有樣嘢愛情，你冇叫伊甲你個頂過咯。哦，個頂係個係咪？係白行劍。個到啲白行劍落去咯。哦。啊，你都冇到愛情。伊唔使教我做嗰啲嚟會做開較 good 去。所以即叫 service， 所以個 polish 埋你 jet 個咯，你可以個加 shining 咯。哦 ，OK，貴啊！冇貴呢，貴10塊呢，因為 jet 嚇 ，jet 一股咧，伊會 oxidize 起就係 oxidize 你成坑嚇，一成坑。你也係放大鏡都照伊看，一上架嚇，一坑使別碰笑嘅咧。嚇，了 polish 是係辣啲啊？冇，伊也話伊咯，上個 sandpaper 啩，較快嘅 sandpaper。哦。啦，佢啦，本是較細淡薄去，比較伊話就伊 surface 去嘛。哦，特別比較緊啦，嗬！我那時講個頂啊，我咪是疫情嚟講，我咪是把刀佢疫情掉咯。誒，個咧你使個OK，我知道對時我夾對。哎呀，我梗係未曉啊！早就有梅魯啊，特啲馬來西亞時候，呢啲就已經坐我起啊咯。好啦，你冇講。我冇講。這擺等下坐你去買白色 crystal。喲，青丘子啊 ，crystal。啊，青丘子啊。大包 design。有，大把有。貴啊！20塊。嚇，你伊鐵什麼鐵 stainless steel 啊？你愛 stainless steel 本有，愛白啲，係咪嘢本有嚇？梗係本有啦。OK，你坐我橋啊，哎，我真係。OK。耶，你去 shopping。經教都教。耶，แล้ว哎呀，係咪？不時候對啊，當劍。你 I think 人覺得咩嘢呢？特別冇一馬吹當劍。喂，定住喂，爸爸嚟做時候就冇你成對咯，啊當劍就成對咯，能對啊。對夠咧嚇。對咯。阿明嘅你講？我真正冇很對過。我真係年冇對到啊！定到對先正是咧劍杜年嘅時都係叫12年整就是哦。當劍嗰陣個12年後咯。明年就12年咯，佢先正。今年都對來買一條炮好你放啦 ，OK？ 我買炮。要不然你買 crystal 嘢我20塊嘅。特別咧就去鳥嘅，伊係手指嘅 size 咯。Man 咧，你依度係你好多狼咧，好多仔係咪 size 啲時候都要變驚嘅嘛？伊成間幾間店啊，可能嘅啦，俾你自嘅嚇。係。能講水晶未使錢所情嘅話，情嘅掉多，唔是掉多，掉光頭。是，你愛人講都成水晶，講你頭啊講。我搶到你。冇，你愛笑嗱，你愛 bless 叫 bless 佢啊，你愛消磁啊，消磁叫咩啊？消磁。消磁叫裝消，男仔消啊。唔是伊買店有消磁嘅，迄個翁嘅，迄個湯啊，伊冇人面啊，冇啊，應該拍尖嘅拍尖。แล้ว冇啦อีหาละ日頭本特別是講12點嘅日頭แล้วอีตรงนี้อี店咧伊人有一種嘅物件是用對用聲來寫伊 ultrasonic 嚇แล้วอี放咗一個成個喇嘛嘅迄個紅就迄個像配暖嘅啲紅大大嘅啊แล้วอีตัวเป็น真大聲嘅我都講呢隻咧嚇clean 伊咯嚇 clean 哦แล้ว你看到 clear 啦แล้วwhen 伊有放當就是講伊
伊做好這個 process 咧，嗬，伊袂使動咯，就愛擼家己嘢哦。啊，所以伊就是擼嘅物件，擼嘅 belonging，所以哦，反正伊反正 reset 起來 reset 啊，對 reset 嚇，你就聽你話了咯。OK，我未記了。你我細叫一卡啦，我當啊，和 Bruce 咪聽我話咯，不到。三包嘅先。但係你望鳥 Bruce 性病病看伊係咪 size 咯？我問你有鳥，我就唔知人得鳥。我自己嘅刷八，嘅刷八關注數。買嚟部，我俾我自己啊，伊買情嘅。啊，你有 OK， 我而我係自己看。你冇上鏡啦，冇上鏡。啊，冇上鏡嘅，冇上鏡。你咧有先正嘢讀我先正。冇啦，佢報讀人都讀咯，我讀伊啊。誒，報讀貴咯，我驚。冇啦，伊人冇，你買海人行掉，伊人 service 冇貴嘅。哦，冇我講你 crystal。冇，嗰家冇貴，平腰嘅。哦，你白嘅啦色。啊，白嘅。白係啊，白嘅。冇啦，啲。哦，island 啊，island。啲 island 啊，係你冇個啊，你白嘅啊。Crystal 啊，嚇，代表興趣仔，都係興趣仔。咱做陣去買啦，你學我幫佢本。幫到你。聽我話。小吃啦可以幫啊。會使幫你咪幫多並只並會使。頭整牛尾未啊？頭整牛尾會使數個了。我幫頭整好了。誒，我冇，我 actually 啊，你咁買幫頭整嘅時候牛尾，我是咁幫牛尾。我是幫頭整喎。我是咁幫牛尾。因為頭整較有運動嘛，伊防 soft to hard 嘛。你快嘢咩？哦，卡住試試，一夾你試就幫下好幫。英國動啲動。That was a suggestion I made, but you know. OK， แล้ว講個正性啊，係啦，要先差唔多攞點正啊 episode。OK，你會去照。Do whatever around. 過年咯。你會去照。Do we have our usual? 哇，去大家。I was going to do whatever. 去食點心啊？等姐啊。OK。稍微講車嘅。等你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過嚟到真係收聽，幾個告訴以後真正驚對，幾個告訴是迄個是不多買用講嘅，不多買用講嘅。Then I'll come back and do. 喲，拍聲應該都冇聽到，得嘛 ？Sorry 啊，我冇聽到你講咩。冇，較早我講你幾個告訴 episode 嘅事。哦，我哋我未。不多買用講嘅啊，計幾年嘅咯，到底嘢。哎，你問得係 boss 嘛咪？咩咧？聊啊！誒，禮拜再見啦！你今次先咪叫人講掉嘅。幾 boss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hen Oh my god！你幾 boss？按照 boss 啊？我嘅話講叫樣 boss 嘅。你講幾嘢告訴講只刺激呀？係啦，刺激嘅。哎呀，小攞即係講，你朋友不同埋用講，但係你特別等，你特別等啊！一個月對聽到。哎呦，一個月啊！講緊我點正啊！嚇，幾個時講我點？頭時冇幾個時嚟講嗰陣時，哇！殺出來，個是你啊！我嗰邊好料。講到摸層咯。哦，吉利。講完冇拍㗎啦喎。免去教頭啊，自己拍㗎啦。講個吉利啊，講個喲。係咪講咪拍廣告先？拍廣告咩 ？Subscribe 你 YouTube 啊！哎呦，對未記，我諗聽這禮拜 episode 係我是 miss 掉是訂一邊啦，然後是未 subscribe 咧，我訂一邊，然後是如果訂你正就咧，呢度會 remind 你是有我有很屌嘅錄音嘅事，咁就講咯。OK，拜拜。拜拜。